喺呢條片入邊，我會同大家公開3個最適合新手用嘅增長細額交易戶口嘅頂尖交易策略。呢啲策略有機會喺少過30日之內令你個戶口增值10倍。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呢啲講法太誇張，但其實我自己都親身試過用實盤交易戶口，將100蚊美金變成超過1000蚊，喺30日之內做到10倍回報，真係乾淨利落。而家喺呢條片入面，我會公開我用過嘅實戰策略，等你都可以學識點樣自己增長細額交易戶口。順帶一提，我整咗一本免費指南，將呢條片入邊所有策略都整合晒嘅一份文件度，入邊有詳細步驟解釋呢啲策略，你可以當做 Max 交易嘅小抄咁用。本指南可喺我嘅 Telegram 社區裏邊揾到，你可以點擊下面描述中嘅鏈接免費加入。咁讓我哋開始吧。而家喺我哋揭示實際策略之前，我需要澄清一啲事情。呢啲策略並唔單止因為佢哋係好嘅設置而有效，佢哋之所以有效，係因為我喺交易佢哋時，亦都遵循咗一套非常具體嘅規則。如果冇呢啲規則，我就唔可能將我嘅賬戶餘額增加10倍。所以喺我哋進入實際策略之前，我想同你講解一下我遵循過令我可以實現增長嘅4個關鍵規則。如果你跳過呢一部分，我接落嚟要教你嘅策略都幫唔到你，所以要專心聽住。當時我哋增長呢個細賬戶嘅時候，根本負擔唔起做嘅普通嘅交易。我每一單交易都必須有高利潤潛力。佢就攞到第一個規則，就係你每一單交易都一定要有最少1:3嘅風險回報比。意思就係，如果你分析緊一單交易，佢嘅利潤潛力最少要係你風險嘅3倍。例如，如果我哋一單交易上冇20美元風險嘅利潤潛力，就最少要有60美元。而家呢度有個我唔會做嘅交易例子，留意下呢個入市位淨係得1:1嘅風險回報。意思就係，如果我哋呢單交易冇20蚊風險，我最多都只係賺到20蚊，佢係唔夠嘅。所以我之後喺呢條片教你嘅每一個策略，都一定會有最少1:3嘅風險回報。咁雖然有高回報嘅入市位好重要，但淨係靠呢樣嘢都唔會令你個戶口快啲增長。佢就帶到我哋第2條規則，就係用大啲倉位。如果你想個細戶口快啲增長，你就要進取嘅，冇多啲風險。所以呢條片嘅標題先會叫做點樣令細交易戶口增長，因為呢個方法淨係適用於細戶口。一旦你個戶口大啲，冇咁多風險就唔明智啦。佢以下就係我用我個100蚊戶口做嘅，每一單交易我都冇我戶口結餘嘅20%嘅風險，即係話如果一單交易打止蝕，我就會蝕咗20%，即係呢個例子入邊就係20蚊。但係因為我都跟住第1條規則，只做最少1/3風險回報比率嘅交易，即係話我一單贏嘅交易就可以賺翻60%，即係60蚊。所以一單贏嘅交易已經夠補翻我3次蝕錢。而家講到第3條規則，呢條係最重要嘅，就係要將贏錢嘅交易複利滾大。就係因為佢，我個戶口先會比預期快啲多增長。意思就係咁，假設我用100蚊開戶，然後一單交易賺咗60蚊，咁我個結餘就去到160蚊。而家我哋選擇鎖定利潤或者保守嘅，反而係加大注碼，繼續用同一個百分比去冒險下一單交易。例如，假設我又揾到另一個有潛力嘅交易機會，咁即係話我而家會用我160蚊結餘嘅20%去冒險，即係32蚊。所以如果呢單交易止蝕，我就會蝕32蚊。但如果贏咗，因為1:3嘅風險回報比，我就會賺96蚊。所以透過不斷將贏錢滾落去下一單嘅交易，我先可以咁快啲增長個戶口。而家到第4條同最後一條規則，就係我淨係會喺中等時間框架入邊做交易，即係15分鐘圖到4小時圖之間。我唔用高時間框架，好似日線圖，原因係每支燭台要好耐先形成。如果我想快啲將戶口滾大，我就一定要用低啲嘅時間框架。另一方面，我都會避免用太低嘅時間框架，好似1分鐘圖，因為波動太大。而且我即將教你嘅策略冇密低嘅時間框架，唔係咁好用，所以最啱用嘅就係15分鐘圖到4小時圖之間。佢而家你已經知道點樣增長細戶口要守嘅關鍵規則。下一步我哋就講下你可以用咗3大交易策略，由第一個開始講起。呢個策略主要就係利用趨勢冇賺錢，但唔係去追趨勢，重點係要喺趨勢回調嘅時候入市。咁樣當趨勢繼續行嘅時候，你就可以賺多好多，因為你入市嗰陣風險回報比會好嘅。佢呢個策略點用呢？第一步就係要先揾出而家個趨勢係咩方向，係升市定係跌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用一啲指標，好似50期指數移動平均線，簡稱50 EMA。要用呢個指標嘅判斷趨勢，我哋只需要睇下指標嘅方向同埋價格喺邊個位置。如果 EMA 係向上斜，好似咁，而價格又冇咗上面，
佢就好明顯係升市。喺呢個情況下，我哋就等價格回調落嚟，然後入場做多。如果 EMA 係向下斜，而價格又冇咗下邊，佢就好明顯係跌市。咁我哋就等價格反彈上去，然後入場做淡。佢最明顯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知道價格會喺邊個位回調？呢個就帶我哋去第二步，揾一樣叫做公平價值缺口 （fair value gap） 佢哋。如果你唔知道公平價值缺口就係第一支燭台嘅高位同第三支燭台嘅低位，佢同中間嗰支燭台嘅實體重疊，咁樣就會形成一個好明顯嘅缺口，就叫做公平價值缺口。所以要記住，如果冇缺口就唔係公平價值缺口。佢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因為當圖表上面出現公平價值缺口嘅時候，價格通常好大機會會拉翻入去，好似有磁石咁吸住。大部分時間價格都會再測試翻個缺口，然後彈翻出去，繼續原本嘅趨勢方向。而就係喺呢個回調嘅時候，我哋就會入市。有一樣嘢要記住，就係公平價值缺口要被視為有效，佢本身要夠大。缺口越大，呢個交易機會真係發生嘅機會就越高。如果個缺口太細，好大機會個交易設置會失敗，所以最好就唔好做呢啲交易。而家我哋用一個真實例子喺示範下，再講多次。第一步就係要識別而家嘅趨勢。喺呢個例子入邊，我哋可以見到一開始個價格係處於下跌趨勢，因為佢一直都喺50 EMA 之下。之後價格升穿咗50 EMA，代表趨勢轉漲做上升趨勢，即係話我哋而家要等回調，然後喺呢個上升趨勢入市買入。下一步就係要揾一個公平價值缺口，就喺呢度。我哋見到有支大陽燭，前一支燭嘅高位喺同下一支燭嘅低位重疊，佢就形成咗一個公平價值缺口，而且呢個缺口嘅幅度都幾大，所以都係一個合適入市嘅機會。下一步就係要有耐性，等價格回調翻入去個缺口，但我哋都要確保上升趨勢結構佢被破壞，而且回調唔可以太深。喺呢個例子入邊，價格最終回調翻入去個缺口。而家理想情況下，我哋都想見到有啲共振因素，意思就係除咗公平價值缺口之外，仲要有其他因素去確認呢個入市機會。喺呢個情況下，我哋見到價格都企喺50 EMA 上面，起到一個支持位嘅作用。呢個就俾多啲我哋一重確認，證明價格好大機會會喺呢個位反彈。由呢度開始，我哋可以入一張長倉，止蝕就放喺公平價值缺口下面，止賺就設為風險嘅3倍。你見到價格真係完美反彈，仲到咗我哋嘅止賺目標。我哋再抌多一個例子，喺呢度我哋見到50 EMA 係向下斜，價格都一直咁嘅下邊，呢個就好明顯係一個跌市，即係話而家我哋要等價格反彈上去，揾機會做淡倉。跟住我哋可以喺呢支大紅燭度揾到一個淡市公平價值缺口，因為前一支燭嘅最低位嘅同下一支燭嘅最高位重疊。一旦揾到公平價值缺口，下一步就係等價格回調，補翻個缺口，最好仲有其他因素配合。今次價格回調翻去公平價值缺口，同時又觸及到50 EMA， 去呢個位我哋可以開淡倉，止蝕就放喺公平價值缺口少少上面，止賺就設為風險嘅3倍。你見到價格真係完美下跌，仲到咗我哋嘅止賺目標。而家我哋講下第二個策略，呢個策略主要係利用趨勢反轉咁賺錢。例如，如果價格而家係跌勢，我哋就會試下捉到跌勢，就喺完結嘅時刻，咁我哋就可以喺趨勢反轉之前啱啱好入市買入。當然，要佢準確咁捉到反轉時機其實唔容易。好彩有一個方法可以好準確咁做到，就係用成交量嘅判斷。如果你唔知道交易入邊嘅成交量，其實就係量度價格走勢背後嘅力量有幾大。例如，如果價格係升勢而成交量又高，佢就代表呢個升勢背後有好強嘅動力。跌勢都一樣，如果價格下跌而成交量又高，咁就代表跌勢背後都好有力。但係重點咗啦，如果你開始見到成交量減少，咁就代表個趨勢嘅力量開始變弱。呢個可能係早期提示，話你知有機會出現反轉。所以用呢個概念，我哋只要睇住成交量就可以開始預測趨勢幾時會反轉。咁成個策略係點做呢？第一步，你要加個成交量震盪指標 Volume Oscillator 落去。要做呢一步，就去 TradingView 嘅指標區打 Volume Oscillator， 睇翻預設嗰個，然後加落你張圖表度。加咗之後，用滑鼠指住指標大約30%嗰個位，然後畫條橫線。如果你用緊 TradingView，可以喺 Alt+H 好容易就畫到條線。指標準備好之後，我哋一齊拆解下入市嘅確實條件。第一步，我哋要揾一個情況，就係成交量指標升穿咗我哋之前畫嗰條30% 線，呢個就代表有成交量突然飆升。第二步
就係要識別導致呢個成交量飆升嘅趨勢。例如呢度，我哋見到當成交量飆升嗰陣，市場係處於下跌趨勢，所以我哋嘅目標就係試下捉到呢個下跌趨勢嘅尾聲，咁我哋就可以開個買入倉捕捉反轉，跟住就到第三步，等成交量跌翻落中間條線以下，呢個可以確認到下跌趨勢開始冇咁強，反轉好大機會就冇發生。第四步，我哋要等價格開始出現反轉形態，同時成交量再升穿中間條線。呢個邏輯好簡單，我哋要確認反轉真係有成交量支持住，因為如果個潛在升勢嘅成交量配合，咁即係個走勢好弱，好大機會唔會持續。一旦確認咁反轉，同時有高成交量支持，就可以入市買入。之後將止蝕位放喺入市位下少少，記住要預留嘅空間，唔好太快俾人止蝕嘅。跟住將止賺位設喺你風險嘅3倍。而家就等個價自己喐啦。你見到個價真係反轉噶，仲到咗我哋嘅止賺目標。我哋再抌多一個例子，同之前一樣，第一樣要佢嘅就係有啲成交量突然飆升，升穿30% 水平，好似呢個例子咁。之後就要揾出係咩趨勢導致嘅呢個成交量飆升。今次呢個情況係升勢，即係話我哋要等呢個升勢完結，佢就可以把握時機做淡倉，賺反轉嘅錢。之後我哋就等成交量跌翻落中間條線以下，好似咁。呢個更加證明嘅升勢好大機會開始無力。淨係睇呢啲蠟燭圖，其實你都已經見到個趨勢喺之前咁強。跟住我哋要見到個價開始出現反轉形態，而成交量又再升穿中間條線，佢就證實咗新一輪跌勢係有強成交量支持。所以當所有條件都滿足，就可以開淡倉。之後我哋可以將止蝕位放喺入場位少少上邊，而止賺目標就設為風險嘅3倍。你見到啦，個價真係反轉嘅，仲到咗我哋嘅止賺目標。整體嚟講，呢個策略對於細戶口增長好有幫助，因為喺新趨勢開始前入市，通常都可以有更好嘅風險回報比。而家我哋講第3個策略，呢個策略我哋會用到一個叫做趨勢線嘅概念。簡單嚟講就係一條連接多個價格波動點嘅線。趨勢線背後嘅重點就係，如果價格突破咗呢條線，好大機會會順住突破方向急速移動。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喺突破發生之前入市，就有機會做到一個風險回報比好高嘅交易。呢個就正正係點解呢個係我最中意嘅策略之一。但當然要令呢個策略有效，我哋唔可以隨便畫條趨勢線，然後等佢突破。如果條線畫得有啲唔啱，你可能會攞錯嘅位置入市。所以以下就係點樣正確咁做突破交易策略。第一步就係要識別一個趨勢線形態。而呢一步係最重要嘅，因為好多交易員都會喺呢度出錯。要畫一條有效嘅趨勢線，你要揾到最少3個價格嘅轉折點。如果少過3個就唔算有效。揾到3個轉折點之後，就用條線連埋佢哋。而家有樣好重要嘅嘢要講，畫趨勢線之前，記住都要檢查下個趨勢嘅方向。如果市場係向下走，你就要畫條趨勢線連接嘅高位轉折點；如果市場係向上走，你就要畫條趨勢線連接嘅低位轉折點。畫好趨勢線之後，下一步就係等突破確認。我成日見到交易員犯咗一個常見錯誤，就係見到價格少少突破咗條趨勢線，就以為已經係有效突破。但呢個係一個大錯，因為咁樣好容易中嘅假突破嘅陷阱。例如，如果我哋將趨勢線畫得再低少少，就會觸發多次假突破。所以正確做法其實好簡單，我哋要等一個明顯嘅突破，就好似咁樣。一旦確認咁有效突破，我哋就可以進入最後一步，就係入市。至於入市，我唔建議一突破就即刻入，因為呢個時候價格已經走得太遠，咁樣風險回報比率會好差。所以我自己用咗一個小技巧，就係等突破之後回調先入市，因為通常價格急速突破之後會有少少回調，重新測試翻條趨勢線之後，先再繼續原本方向。等到有回調出現，我哋就可以入一個買單，因為我哋等佢回調先入市，咁樣入市點風險回報比率會好啲。我通常會將止蝕切得好貼，放喺趨勢線下面少少，而止賺目標就可以設為止蝕嘅3倍。好似呢個例子嘅，你見到價格繼續向上，最後都到咗我哋嘅止賺目標。一單乾淨利落又成功嘅交易，佢以上就係我用咗嘅30日內將戶口增值10倍嘅3大策略。如果你想重溫一次我哋呢條片講過嘅所有策略，其實我都整咗份免費指南俾大家。你只要加入我哋 Telegram 群組，就可以免費攞到，連結喺下面描述欄度。入到去之後，只要去 Files 嗰個部分，就會見到份指南喺度。最後仲有一樣嘢想提一提大家，
好多交易者佢想將細戶口做大嘅時候，成日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佢哋用緊嘅交易平台。記住要用一個可以快手落單嘅交易平台，手續費要低，而且要有好多唔同嘅交易對比你哋。我自己覺得 Bluefin 係做加密貨幣交易最好嘅平台，我自己都係用緊呢個平台。如果你用我描述欄入邊嘅連結註冊，仲可以睇到高達10萬美金嘅合約獎金。你可以喺呢張圖表度啦，睇到佢哋嘅平台交易可以睇到咩獎勵，全部分解晒俾你哋。如果你本身都已經有做加密貨幣交易，咁點解唔順便睇埋咗免費獎勵呢？立即使用我嘅描述中嘅鏈接加入 Bluefin。我哋下個視頻見。